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疫情肆虐，虽然台湾是相对平安的时间，还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聚集。然后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在网络上的朋友一起道平安，好不好？我们一起说：有你真好，主日平安。我们一起说好不好？1、2、3，有你真好，主日平安。愿主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的信息里面，帮助我们体会到生命真实的平安。好，那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疫病死亡的阴影中，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明白你要赐给我们人类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要为这土地带来的安慰在哪里。父啊，愿你使我们在你圣灵的同在中，就能够明白现在的事件所发生的意义，也能够看见那你将要来临的国是如何已经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借着这次的这样子的状态，拓展我们的视野，好叫我们能看见你是如何在这当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呢，我不知道大家生活的活动会不会已经减少了很多，比方说购物的时间，或是和朋友们相聚的时间，或是共同聚餐的时间等等。在这样子的危机的时期，有的时候好像要出去一趟，或是要聚个会或什么的，好像都会顾虑到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或影响到他人的一种生命的健康或安全，甚至在疫病更猖獗的更猖狂、更严重的地方，我们已经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选择都已经是关乎生命或是死亡。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能当中已经有许多的家长，或是有许多的伙伴在想说，如果来教会聚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事，我自己能不能承担？我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一些健康上的风险。我有个在教会的朋友，他的教会也是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他分享了他的感觉是，好像忽然间瘟疫把每个人都带到了死亡的面前。我们可以很理性的来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防疫，我们要怎么样来观看世界局势中的一些善良或是谎言。但是渐渐的，随着这个疫情越来越持久，越来越长，好像那种失去生命健康，然后经济的那种危机，生命品质的降低，生活品质的降低，失去生命，失去所爱的人，这样子的消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周遭，好像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生命的孤单开始越来越深，然后这种死亡的阴影好像更多的在威胁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世人的这个灵魂，让我们的生命感到非常的软弱。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我们看到人是这么的有限，真的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保存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生命中那个真正很珍贵的事物，那些生活中我们看为宝贵的事物？我们今天所看的罗马书呢，虽然在罗马书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疾病或疫情这样的东西，但是人要怎么样在死亡面前、死亡的威胁面前，来找到那个保护真正的生命的这样的根基，来保护真正珍贵的事物的这样子的依据？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护人从死亡的面前这种害怕、担心来脱离，然后来建造一个能够人类稳固生活在当中的一个环境？我想这样子的担忧也早就在历世历代的人当中，特别也一定在那个时候1世纪的罗马当中。所以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第1到3章，那个时候保罗就已经提到他们那个时候的3种人，
对，那个时候的3种人呢，保罗分别分析了他们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世界中的许多状态，他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帮助他们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活在这边来保护他们、守护他们看为重要的东西。第一种呢，保罗说这种人是很依据本性的人，就是一般喜欢离苦得乐的人，对，然后喜欢追求乐趣，然后逃避痛苦的这样子的比较单纯的人。这样的人呢，比较没有明确的价值观，他称为是一帮外邦的异教徒，对，就是多神的，看到有好处或是有能够帮助他的，他就去信，就去拜的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呢，顺从自己的本性，然后看到哪里有好处就去，他们寻找自己能够敬拜、能够追求的那个东西，不论是钱财或是其他各样的偶像。这样的人很单纯，可是却是善恶不分，而且在价值观中常常自相矛盾。所以保罗说，上帝任凭他们在良心中那样子没有办法看见真理的这个心，在世上败坏。第二种人，他说是道德性的。道德性的这样的人呢，他们跟第一种人好像又不太一样，他好像有更整全的一个伦理价值的观念，可能是那个社会的学者、思想家，或是宗教家，或是政治哲学家。他们对社会有一套运作的看法，有一套世界观，有一套价值观。但是保罗说，这些人虽然很会说，虽然很能引导人有一个架构，但其实他们教导人的，自己却做不到自己所说的，也没有办法完整的来反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好像这些人看似知道什么是价值，好像什么都有一套看法，有一套对社会、对政治、对这个的看法，但其实自己所说的，或许他们很清楚，他们没有力量来做到。保罗又说到第三种人，他说是宗教的，特别他指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保罗说，这些犹太人呢，哇，他们认为自己是知道了生命的律法，知道造物主是谁，了解生命的意义。但其实这些人手中拿着律法，但却完全没有办法活出律法的生命。他们自己做不完全，可是却还指教别人，甚至指责别人，甚至在律法面前，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形象，也有了虚伪的一个状态。所以保罗说，就算是这样子的人，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是宝贵的，知道圣经所启示的价值在哪里，但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就罗列了那个时候他所了解的三种人的一种依靠的状况。一个人是依靠自己的，一种是依靠自己的本性，一种是依靠他智性上的一种智慧还有反思，另一种人他是有灵性上的被引导过的，依靠律法的。可是保罗说，这三种人到后来还是败坏了，还是失落了。人若顺从本能，这是一种自私，这是一种败坏。但是人用智慧找出一种标准，却又活不出来。人如果转往这样子的有宗教律法的信仰去寻求至高神，却又会容易落入骄傲的陷阱，把神拿来当作审判别人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保罗在一开始就对他那个时候的世界的这个状况做出了一种归类，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他那个世界的人很单纯也不对，很有智慧还不够，很敬虔你虚假。所以就是一种人怎么做就是都会歪掉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三种人之中真是道尽了人的本性。我们看到他这样子把人来归类的时候，就好像看到这三种人也用不同的方式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而我想保罗在指出的就是，不论是依靠自己的本性，或是依靠自己智性上的智慧，或是依靠我们在律法中得到的启示，都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保全，得到完全，甚至来保护
完整的保护我们社会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更仔细的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就在今天第8章第5节、第6节、第7到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向我们呈现了这种的困扰叫什么？今天经文8章5节这样说，我读的是和修本，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第6节，体贴肉体就是死。第7节，因为体贴肉体就是与神敌对，神的律法对神的律法不顺服，事实上也无法顺服。第8节，属肉体的人无法使神喜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把这样子一种没有办法顺服上帝的生命称为肉体的生命。所以这种肉体的生命不是在讲真的是我们灵肉啊，或是真正身体的状态，是一种没有办法以上帝为中心来生活的一种状态、一种态度、一种人没有办法脱离的罪性或性情。那保罗怎么样解释这个本性或肉体呢？对，就是说，他说你这个他在这边这样说，随从肉体其实就是跟在这种本性的一种价值观的后面，对，然后体贴肉体，这个体贴，它在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去思虑，不断的去留意，甚至是很热情的在思想这件事情。我想我们的生命中很多时候会很热情的、很执着的在追求一些我们看重的事情，不见得是什么很重要的大事，可是就是对那个事情有一点执着，对，有一种热情。对，那保罗就是说这样子的思虑，这样子的热情，这样子对一种本性的追求，不论是道德性的，或是宗教律法性的，或是本性方面的，我们很常以这些方向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或是追求的目标，甚至是立志想要在这方面来得到一些自己理想中的状态。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说，人类以自己的直觉、感性、良知、智慧，甚至是依靠宗教规条的这种生命，都有可能是被圈化在属于肉体的这样的生命的状态。他说，这些很多都仍然是人本性上的一种追求。我们追求做得怎样就可以更好，做得怎样就可以成为另外那样的人，好想要成为那样的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有对生命有追求的人，我们不会觉得他是很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算很多人他的人性不完全，他的良知不是完全的，但是他们仍然在寻求真善美，仍然会寻求许多对世界的观点还有评价，并且在这样的世界中为自己设立一个生存的目标或是志向。只是我们看到这种对以自己的本性出发的为中心的判断，或是热情，或是甚至是一种志向，保罗说，这种没有经过上帝圣灵调整过的志向，只会把我们引向死亡，与神为仇。为什么呢？因为就连保罗他自己是认识犹太律法的人，他自己这样说：当我们越努力去照着自己既定渴望那个路去追求的时候，他自己说，我所追求的善我没有办法做到，我所不愿做的恶我反而去做。这好像就是说，我们越努力想要立什么志，可是却越做越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疫情中越努力，大家都很努力，我们真的是有一些不错的成果，可是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做都好像没有办法与这个死亡的波浪来对抗，尤其在其他国家的状态。就连保罗他自己都说，他被他所追求的、所立志要做的、所热情追求的这个事情判了刑。他没有办法做到他想要的那样子的时候，这样子的标准就判了他的刑罚。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完整做到的人。所以不知道当我们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保罗这样子把人画在一种做不到的状态里面，其实是蛮辛苦的。
我们有必要给自己很多很高的标准吗？或是我们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说是我觉得说，我自己有努力的心智就很棒了，甚至我有做出一点努力了，就值得鼓励。可是仔细一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那个我们很期待的那个远大的目标，或是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立下的志向，仍然在远方吸引着我们。所以就算那个目标很简单，比方说我们说好，今天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天都要快乐，这样子很简单吗？不简单，对不对？就每天都要很快乐这件事情，只要我一天不快乐，快乐就判我们行了。好，你今天是个不快乐的人，你做不到这个目标。他说我今天要自由自在，然后我没办法每天都自由自在吗？我越想要自由自在，就越发现我做不到每天都自由自在，这个东西就判了我刑罚，好像我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这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标准。如果还有人说我每天都要日行一善，我每天都要什么什么的时候，或是我每天都要灵修几分钟，哇，这些很多的东西，每日好像都告诉我们你还不足。特别当我自己在想起自己这一阵子回我自己老家的故事的状态的时候呢，我更是意识到，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家庭，或是我自己所爱的人，我也给自己有很多的励志或是期待。比方说，像我现在的阿嬷，现在身体越来越软弱，然后照顾起来我的父母很辛苦。那我听我的家人分享呢，好像那个阿嬷越来越老，然后吃这个也不对，吃那个也不对，然后分量一变，她可能身体就不舒服了。所以总是在害怕那个照顾步骤里面，哪一个地方出错，哪一个没控制好，哇，那她可能晚上就睡不好了。他可能晚上就精神会亢奋，或是说会腹泻，或是怎么样的状态，最后所有照顾者的作息就会大乱，家人没有办法休息。哇，这就是一个想要做到，可是却没有办法做到的过程。所以每次我回家，我看到我爸妈这么的累，我也会想说，哇，那我也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协助照顾啊，或是什么的。可是其实我知道，我回家没有太过频繁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熟悉这些照顾的流程，我是什么都做不来的，最多就是听听家人的心情，然后和他们聊天。可是当我自己对自己有这个期待的时候，我发现连自己要这样做到，有的时候也觉得疲累，因为像比方说周日或周一，我觉得休息了，可是回家要听爸爸妈妈分享他们的心情，就觉得好累哦。对，所以就连这样子一个对自己一个好女儿的这个期待的愿望，好像也时常是一种落空的。我分享这个，只是想要说，真的，我们为自己所立的志，其实都非常的难完全的做到。我知道我爱我的家人，我知道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一定的价值观，只是太多时候我们更常知道，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承担这些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看重的生命、所看重的生活的力量都没有。人真的可以立志做很多事情，当个好孙女，当个好传道啊，或是当个好学生啊、好先生、好太太、好老师、好的公务员，或是好的各样的。我们立的每一个志向，那些我们所热衷的，实际上对我们做的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理想，我们是这些理想面前的失败者。这些好的志向甚至更容易判了我们的刑。我们看到这许多的良善，却也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我想罪的感觉就是一种对自己绝望的感觉，有如被这些美好的标准判了死刑的这样的感觉。怎么办呢？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能不能给我们一条出路？能不能为了我们这些老是在被美好的志向判刑的人，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一起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嘿，我们做不完全的，反过来控告我们。好，我们来看经文，在经文的第6节，他这边提到说，体贴肉体就是死，可是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
我们刚刚说那个体贴是什么？是挂念、思念，一直在想。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立的某个志，可是如果我们那个挂念和思念开始转向圣灵的方向，反而会带给我们生命和平安。然后在第9节，他继续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然而使耶稣从死人复活的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从意念一直在立志在肉体的这个方面，忽然带我们拉到了一个解放的道路，就是当我们的意念转向圣灵的时候，当我们的意念不再随从人的本性，那么热心的一直在为自己设立目标，反而放手让圣灵为我们设立生命的目标的时候，这是真正的得到了生命以及释放。那什么叫做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生命设立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很玄呢。那跟随圣灵、思想圣灵的事情，这又是什么呢？这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好像宗教的教条？你要跟随圣灵哦，你要好好知道圣灵在想什么哦。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教条。到底跟随圣灵是什么？那怎么知道自己真的属于圣灵呢？圣灵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再重新更细看第9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所以其实我们看见，我们跟随圣灵、思想圣灵的关键是，其实圣灵他会来住在我们心中。那怎么样圣灵是来住在我们心中的呢？什么叫居住在我们心中呢？其实当我们听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被控告的这样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渴望他带来的这种救赎的时候，圣灵同时也就住在我们心中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看到自己的不满足，然后悔改的时候，圣灵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心打开了，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了。那个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渴望基督，相信基督，并且依靠他死里复活的大能。基督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因为要不是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势力，不论是我们看得到的，不论是金钱、性，或是权力，或是政治，或是各样的势力，我们看得到的，或是甚至灵界也有他自己的势力。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赖以为生的，他居住在我们心里的。但是这些居住在我们心里的东西，我们渴慕的东西，只要我们没有达到，我们就像他的奴隶一样被遗弃、被丢弃。可是唯有当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爱上基督，而且知道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基督的标准的时候，基督会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这是比世界上任何的标准都还要好的恩典。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他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法，反而用他的大能，以一种仆人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图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跟随圣灵不再是自己立志要在做什么，而是放下自己的生命，邀请耶稣基督的圣灵帮助我们更渴慕，然后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这样子的状态会表现为什么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在第15节的地方可以看到，他这样说：你们领受的不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领受的却是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心中有其他的东西居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那个标准喊他阿爸父？可是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呼求阿爸父，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隶，却是儿女的心。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一次一次的在我们的跌倒中担当我们的不完美罪恶，让控诉还有重担落到他身上。我们一次一次的认识到，我们在侍奉的不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位爱我们的父、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牧人。在这样子的一次一次的更新的里面，圣灵帮助我们不只是爱慕基督，更是爱慕这位上帝，他接着基督要带到我们当中的国。他帮助我们在许多生命的不完美，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完全的这种绝望中，他告诉我们他的国要借着耶稣基督还有圣灵再次居住在我们当中。这样子思想圣灵，思想上帝的国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当中的这样子帮我们思想居住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圣灵，真的是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拓展我们的眼界。我们就不致做梦想超过我们能做的，也不致在我们该负责的责任中退缩。我们能看见我们活着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逃避死亡，却是在圣灵中预备自己，不断的迎接那将要来临的永生，还有上帝的国。那一日，我们渴慕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同在这地生活，作为他的手脚，一同治理这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循环的关系里面，很多过去我们身体在恐惧中做不出来的、行不出来的善，因着这样的爱的关系，因着这样子的原谅的关系，我们不会再做了。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可以改变，因为圣灵他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大能，给了我们看到更重要的图像，给了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价值，我们因而能够去追随这样的脚步。我来分享一个这周我所听到的一个故事。我所听到一个长辈，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他的同事有了厌食症的一个问题。他是天主教徒，可是他厌食症就是他看到食物就是觉得不喜欢，没有办法接受吃的东西。可是他就这样子也是过着他一般日常的信仰生活。但直到有一天，他去领，我们天主教徒都会去领圣体嘛，对不对？对，每一周。然后去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耶稣基督的身体每周都为我舍了，而且都喂养我这样子脆弱的肉体。所以在他还没有发现之前，耶稣基督一次一次不断的为他死，一次一次的不断用这样子的圣餐来喂养他，直到他有一天，那种心忽然打开，忽然好像被圣灵光照一样，看到基督的肉体为他舍了。然后他说，那一天之后，他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他的食物，上帝赐给人的食物，他忽然领受到，上帝也为人舍了这许多的食物，为了喂养我们。他忽然看所有的餐食都是圣餐，都是上帝给人的礼物之后，他忽然那种对食物的厌倦或是拒绝就消失了。这是上帝借着圣体忽然让他明白了上帝的创造，还有那种对世界创造物的那种眼光的翻转。我们不知道我们思想基督要到什么样的境界或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再次领会到这样子新的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为了我们的而舍，而他的国也在他一次一次为我们犯了罪来赎回的时候，一步一步的临到在更多相信他的人当中。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拥有生命，但生命却一次一次的来找到我们。我想疫情带来的停摆、失序，让我们更多人能感受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坚持的徒劳，还有很多没有办法的这种事情。但是在这当中，我相信圣灵一次一次更新人心的力量从来没有停止。当我们停止自己手上的工作的时候，愿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深的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所要带到的安慰。愿我们更深的思想耶稣基督怎么一次一次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的国越来越临近在我们当中。就像刚刚带敬拜的伙伴们说的，那是不震动的国，那是他要来临的记号。愿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不自由中安居，
修剪我们的生命，释放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找到那失而复得的生命之路，是耶稣基督的路。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眼光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面对自己软弱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看见你，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属肉体的励志中，属肉体的意志中，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每次都看见你是如何为我们舍命，你是如何已经把你的国带到我们当中。但主耶稣，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更深的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亲爱的阿爸父，当我们当中很多人，或是我自己，很多时候没有更完全的来思想你、来渴望你的时候，愿你这个时候借着我们一起的敬拜来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深的渴望你，邀请你居住在我们当中，居住在我们的地上，来翻转我们这个时常在死亡恐惧中的这样的眼界，重新看到你那永恒的国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而不是死亡是我们要逃避的一个绝境。父啊，愿你驱走我们心中的恐惧，看到你放在我们那里面有永恒生命的这样的盼望。主耶稣，让我们这样的盼望落实在我们每日的行走坐卧，我们所看，我们所见，我们所行的，主耶稣，我们都要说，我们体贴你给我们的心意，我们体贴你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叫我们有能力分辨我们所立的志是否在乎于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唱《圣灵我欢迎你》这首歌。